各位觀眾你好，好開心見到你，我係靜生。睇片之前訂閱、俾 like 同埋留言，做呢3部曲係我嘅最大動力。觀眾們，今日嘅主題係開箱，究竟係開箱啲乜嘢呢？你估到嘅話，請睇而家呢喺下邊留言區話俾我聽。冇錯啦，我哋今日開箱嘅就係 Chiikawa。今次嘅開箱片係會分3集去拍嘅。今日我哋先會開箱呢盒睡衣 Chiikawa 版嘅盲盒，呢度分別係有4個造型嘅，你最想要邊一款呢？事不宜遲，即刻開箱！4盒盲盒已經拎晒出嚟啦。第一盒會抽到啲乜嘢呢？第一盒抽到嘅係 Chiikawa，呢度係有張被可以冚住噶，好可愛。到第2盒啦，係 Usagi 兔哥啊，今次係粉紅色嘅被。第一盒 Let's Go， 等等係呢一個人。觀眾如果知道呢一隻係咩嘅話，可以喺下邊留言區話俾我聽。最後一盒，如果我冇估錯嘅，就應該係小白貓。Hachiwa 咧同埋 Chiikawa 一樣，都係冚住一張白色嘅被噶。睡衣版嘅盲盒就開晒啦，下次想我開邊一大盒呢？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時間就嚟到呢一度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訂閱者可以超過1000位嘅話，你喺留言區問我嘢，我都會回答你噶。如果喺呢一刻你仲未訂閱，快啲訂閱啦！